沿住吐露港經過一個好大嘅市集，呢度就係大埔。入山谷之前仲有康樂園守門口，入到山谷左大刀人，右接流水響，經太和入粉嶺出上水，上水就止於梧桐河同埋北邊嘅羅湖濕地。如果由梧桐河依個弧形畫一個大圓圈，即係咁樣，而個大圓圈中間嗰個位就係上水最旺嘅地鐵站同埋佢嘅上水廣場。大家好，我係龐茂，歡迎再次翻到嚟我呢個頻道。就好似上一條片我講粉嶺嘅序言一樣，由蝴蝶山落鳳形仙館，到咗陰陽交匯嘅粉嶺火車站，氣路一路散出去，經過北區醫院同埋三聖宮咧，呢度就係新運路。過咗翻新運路咧，就係上水。上水其實旺嘅地方唔係咁多，一個圓形，但係其實經過馬適路呢度隔一格咧，先去到今次嘅項目嘅。今次嘅項目其實分兩期，佢係分兩邊嘅。首先第一期就係呢一邊，經過宜家家私個貨倉咧，即係隔一格。過對面經過呢個火車路咧，先係第二期。如果喺風水上邊嚟講，其實係兩個冇相干嘅屋苑嚟嘅。首先上水係一個大平地，大平地交通咧就會比較發達一啲嘅，去上接羅湖，下出沙田。如果你係喺呢個區間嗰度翻工咧，其實冇乜問題，仲幾好添，幾方便添。但係如果你係要出九龍啊，或者市區，甚至乎香港翻工咧，你就真係要諗一諗，因為依度朝頭早咧，如果你去過上水火車站咧，嗰啲地鐵咧係逼到爆啊，係好爆。你晚黑放工咧就還好啲，因為放工咧唔同人有唔同嘅時間。但係朝頭早如果大家一齊逼地鐵咧出去咧，你就知係咩情況。所以如果你係有啲近嘅區啊，譬如你去大埔翻工咧，其實你可以取道巴士嘅。而上水另外一個特點咧，就係佢陽氣比較重。陽氣比較重，即係咩意思咧？即係話人比較勞累啲。你成日聽人講買屋啊、住屋啊，都係要啲高層景觀開揚啲，係咪？喺上水暫時嚟講咧，其實你係可以住低層，低層反而可以平衡到呢個陰陽嘅利氣，就好似依度咁樣。所以你睇到上水咧係好多村屋嘅。嗱，即使唔計村屋，你就喺上水嘅市中心，你睇呢啲咧，全部都係得幾棟嘅啫，係嘛？全部都係得幾棟嘅啫。嗱，依啲風水暫時嚟講咧，反為係 OK。只要你嘅樓宇咧係冇被遮擋啊、噪音嗰啲影響咧，其實你住低層冇乜所謂嘅。睇翻今次彩石村，佢就分兩期，依期係第一期啦，依期係第二期。咁你話兩期邊會好啲咧？其實兩期係分別得大，喺風水嘅角度嚟講。我自己個人咧就喜歡第二期多啲，但係最重要嘅咧，反而係你要知道依度將來起啲乜啦。依度就已經起咗嘢啦，以我所知已經係一個新嘅公屋嚟噶啦。我哋第二個人仔落去睇睇。依度就係寶石湖村，咁啊起晒公屋噶啦，其實已經好高啦。OK。咁呢度係咩？嗱，依邊係寶石湖村，依邊仲係巴士廠嚟嘅。但係依度咧始終有段距離，咁都唔使擔心咁多啊。反而要擔心嘅咧就話，依個彩石村咧其實俾啲路圈住晒，基本上咧明堂唔夠，靠山肯定冇啦。我哋可以睇一睇彩石村嘅圖則。嗱，依邊係第一期啊嘛，第一期依邊向北啊嘛，咁依個咧就係第一期啦。第一期咧而家佢就係 show 咗一座、兩座、三座。嗱，第三座而家未起嘅，喺側邊呢個位嚟嘅，分分鐘仲有四座。嗱，最奇怪嘅咧就係第一座係個 T 字，第二座係個 X 字交叉，第三個座咧就唔知係嗰啲咩和諧式啊定點樣，第四座咧係一嚿嘅。
我做咁多資助房屋咧，從未睇過咁樣好似混合型咁溝埋一齊嘅。咁詳細咧，就要度翻個理氣先知。咁好啦，去到第二期，即係佢對面呢度啦。第二期咧就好啲。咁佢自己咧就包翻自己嘅內緣，所以我覺得咧依度嘅風水咧就可取啲，但係詳細咧就會睇翻各方嘅理氣。咁咧大家如果去我 Patreon 咧，就會睇到依度每一個方位啦，依啲每一個方位啦，唔同方位邊啲好邊啲唔好嘅理氣啦。大家如果有需要咧，就好去我 Patreon 嗰度睇翻。我哋睇翻個圖則，尤其係第一期啊，佢明堂唔夠，第二個好啲，但係兩邊咧都冇靠山噶啦。無論你睇呢度又好，睇呢度又好，冇靠山，居於陽氣重嘅地方咧，人比較辛苦勞碌，成日想做呢樣，想做嗰樣，但好多時做事咧未必係咁快會有結果。咁如果大家嚟到呢度住咧，大家要有心理準備啦，係嘛？有一段時間咧，應該係要適應下，捱一捱先得㗎。要用一個比較平常心嘅態度嚟呢度居住，樣樣嘢咧唔係話一揮而就嘅。雖然你好想做呢樣，好想明天達到嗰樣，但冇咁快。呢度嘅理氣咧，亦都係冇咁快。另外話提一提大家，呢兩邊咧都好多貨車去出入嘅。如果屋企係有細路仔或者老人家，就要睇緊啲啦。咁其他嘅坐向我就會喺 Patreon再講。咁今日多謝大家嘅收看，我哋下一個屋苑再見啦，拜拜。